耶穌叮囑完咗12個門徒，就離開嗰度，到各個城鎮傳道同埋教導人。約翰喺監獄裏邊知道咗耶穌所行嘅事，就叫2個門徒去問耶穌啦：你係我哋所等候嗰一位救主啊，抑或係我哋要等其他人呢？耶穌就回答：你哋翻去將聽到嘅同睇到嘅話俾約翰知，就係盲嘅睇翻嘢，跛嘅會行路，麻風嘅得到痊癒，聾嘅聽到嘢，死人復活，窮人能夠聽到福音。凡係唔因為我失去信心嘅人就有福啦。佢哋離開咗之後，耶穌就對眾人稱讚約翰話啦：你哋以前去到荒野要睇乜嘢呢？係睇隨風搖曳嘅蘆葦咩？你哋出去到底要睇乜嘢？係睇身穿華麗衣服嘅人咩？嗰啲穿着華麗衣服嘅人係喺皇宮裏邊嘅。你哋究竟出去想睇乜嘢？係睇先知咩？冇錯，我話俾你哋知，佢比先知仲要偉大。聖經咁樣講，睇住，我要打發使者走喺你前邊，佢要喺你前邊幫你預備道路。呢度所指嘅就係施洗嘅約翰。我實在話俾你哋知，由母腹所生嘅人，冇一個比施洗約翰更偉大。但係喺天國裏邊，就係最微小嘅一個，仍然比佢大。由施洗約翰到而家，天國遭受到猛烈嘅攻擊，嗰啲強暴嘅人企圖奪取佢。先知書同埋律法書預言天國嘅事，一直到約翰嘅時候為止。如果你哋願意相信，就應該明白約翰係嗰個要嚟嘅以利亞。呢一切嘅說話，能夠聽見嘅就要留心聽。我用乜嘢嚟到比喻呢一個世代呢？就好似一啲細佬哥喺街上面玩，佢哋向另一啲嘅小朋友話：我哋幫你吹笛，但係你哋唔跳舞；我哋唱挽歌，你哋又唔哀哭。約翰嚟唔食唔飲，你哋話佢係被鬼迷住；我嚟啦，又食又飲，你哋就話我係貪飲好食，係貪官同罪人嘅朋友。但係上帝藉住佢所做嘅，證明自己係好有智慧。耶穌喺幾個城裏邊行咗好多神蹟，但嗰度嘅居民依然執迷不悟，唔肯悔改。佢就責備佢哋話：哥拉汛城啊，你有禍啦！伯賽大城啊，你有禍啦！如果推羅同西頓嘅人睇見我喺你哋當中所行嘅神蹟，佢哋早就披麻蒙灰嘅悔改啦。我話俾你哋知，到咗審判世人嗰一日，你哋要比推羅同西頓2個城忍受更大嘅刑罰啦。迦百農啊，你會被提到天上咩？唔會啊，你只會落喺陰間。因為喺你嗰度所行嘅神蹟，如果行喺所多瑪城，佢一定可以存留到今日。所以我話俾你哋知，所多瑪城喺審判嘅嗰日所受嘅刑罰，比你哋所受嘅仲容易忍受啊！嗰陣時，耶穌話：父親，天地嘅主啊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將真理向自以為聰明有智慧嘅人隱藏，但係向純真嘅嬰孩顯明。父啊，係嘅，呢個正係你嘅美意。天父將一切都交俾我，除咗父，冇人知道子，亦都只有子同嗰啲子願意指示嘅人先至知道父。奔波勞碌、心靈負重擔嘅人啊，到我呢度嚟啦，我要賜你哋安息啊！你哋要背我嘅軛，學習我心裏邊嘅柔和謙卑，咁樣你哋嘅心靈就一定享安息。因為我嘅軛並唔難負，我嘅擔子亦都唔沉重。